一位62岁的男士走进我的诊间，抱怨胸口有些轻微的不适。他心想，没什么大碍，不过是昨晚晚餐引起的消化不良罢了。2周后，他却因胃严重的突发性心脏病，在加护病房离于死神搏斗。这样的情况每天都在全美各地的医院上演，而这正是我感到愤怒的原因。这些心脏病发作案例中，有80%是可以透过正确的饮食完全预防的，不是靠药物，也不是昂贵的手术，仅仅是7种特定的食物就能由内而外重塑你的心血管系统。过去15年来，我致力于心脏营养学的研究，而我的发现将挑战制药产业一直以来灌输给你的心脏健康观念。今天我将揭晓这7种能降低高达76%心脏病风险的食物。我也会准确地告诉你该吃多少、何时吃，以及它们为何有效。但首先，你必须了解为什么，即便你现在感觉良好，你的心脏却可能正处于危险之中。关于60岁后的心脏病，有一个令人恐惧的真相：你的动脉老化速度比你想象的还要快。过了60岁生日后的每一天，血管内壁的内皮细胞会变得越来越缺乏弹性，更容易发炎，也越来越容易堆积斑块。这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几十年来无声无息地恶化。当你感到胸痛、呼吸急促或胸口有压迫感时，你已经处于危险地带了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800名60岁以上的成年人长达12年，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其中67%的人在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已经有明显的动脉阻塞，没有警讯，没有红旗，只有无声致命的斑块堆积，等待着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回想一下，你典型的一天，你醒来，也许觉得有点僵硬，有点累，你喝咖啡，吃惯常的早餐，开始你的例行公事，一切看似正常，但在你的胸腔深处，冠状动脉正在片窄，流向心肌的血流正慢慢受到限制。你的身体正在代偿，更费力地将血液打入日益阻塞的通道，你感觉不到，因为这个过程是渐进的、隐伏的、无声的，直到爆发的那一刻。从细胞层面来看，情况是这样的：当你吃了错误的食物，特别是精致碳水化合物，会引起发炎的种子油和过量的糖分时，你的血糖会飙升，这会引发一连串的发炎反应，损害动脉脆弱的内壁。你的身体会透过输送胆固醇来修补这些受损区域，就像在伤口上贴绷带一样。但当这种情况日复一日、一餐接一餐的重复发生时，这些补丁就会堆积起来，它们会变硬、钙化，最终破裂，导致血栓完全阻断流向心脏的血流，这就是心脏病发作。主流医疗体系希望你相信解决方案是终身服药，用他汀类药物 statins 降低胆固醇，用降血压药控制高血压，用阿司匹林稀释血液。是的，这些药物有其地位，但他们没告诉你的是，食物就是良药。正确的食物可能比处方药更强大，而且没有副作用。现在，让我告诉你能够挽救生命的解决方案。第一种，食物是高油脂鱼类，这不仅对心脏有益，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说的是鲑鱼、蒸鱼、沙丁鱼和肺鱼，这些鱼类含有称为 EPA 和 DHA 的 Omega-3 脂肪酸，能够真正的重建你的心血管系统。运作原理是这样的 ，Omega-3 会整合进心肌和血管的细胞膜中，使它们更有弹性且反应更灵敏。它们透过阻断称为细胞激素 cytokines 的发炎分子产生，来减少整个循环系统的发炎。
它们能降低高达30%的三酸甘油酯，平均降低血压4到5毫米，汞柱，并防止危险的血栓形成。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项具指标性研究，追踪了600名65岁以上的成年人，长达14年。那些每周吃3次高油脂鱼类的人，与很少吃鱼的人相比，心脏病发作的风险降低了47%。仅仅在饮食中加入鱼类，就能降低近一半的风险。但关键在于你每天需要摄取至少1000毫克的 EPA 和 DHA 总和，这大约相当于每周吃3次4盎司，约113克的野生捕捞鲑鱼，或者如果你喜欢小鱼，每周吃5罐沙丁鱼。野生捕捞至关重要，因为养殖鱼类可能含有会引起发炎的 Omega-6 脂肪酸和环境毒素，这会抵消其益处。最佳的烹调方式很简单，加柠檬和香草烘烤，用橄榄油煎，或是直接吃罐头沙丁鱼。我有一位病人，67岁的女士，三酸甘油酯高得危险。她开始每周吃4次鲑鱼，8周内，她的三酸甘油酯下降了140点，她的心脏科医师都惊呆了。没有更换药物，只靠吃鱼。但别急，接下来的食物更惊人，因为它能与 Omega-3 产生协同作用，创造更强大的保护效果。第二种食物是生坚果，特别是核桃和杏仁。大多数人认为坚果脂肪跟热量太高，但这完全错了。坚果中的脂肪正是你心脏茁壮所需的优质脂肪。核桃含有阿尔法次亚麻油酸 ALA， 这是一种植物性 Omega-3， 能减少动脉硬化病，改善内皮功能，也就是血管关键的内层。杏仁则富含维生素 E、镁和左旋精氨酸 L-arginine， 这种氨基酸能被身体转化为一氧化氮。一氧化氮是血压的总调节器，它向血管发出讯号，使其放松并扩张，让血液阻力变小，流动更顺畅。60岁以后，人体自然产生一氧化氮的能力会下降高达75%。这就是为什么血压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攀升。但吃杏仁可以恢复这种功能。宾州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让60岁以上的成年人每天仅食用5盎司的杏仁，持续6周，结果显示，他们的低密度脂蛋白 LDL 俗称坏胆固醇下降了7%，动脉发炎指标减少了13%，血管功能改善了19%。这一切仅来自一小把坚果。这是给你的处方，每天吃1盎司的生核桃，5盐颗，1盎司的生杏仁，大约是14个半核桃和23颗杏仁，把它们当作上午的点心或撒在沙拉上。绝对不要吃用种子油高温烘焙过的坚果，因为那些发炎油脂会完全抵消益处。请将坚果存放在冰箱中，以防止脆弱的脂肪氧化。研究中有件事让我震惊，每周吃5次以上坚果的人，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29%。这不仅是预防心脏病发作，更是显著延长你的寿命。接下来这种食物可能是最强大的，而且很可能已经在你的厨房里了。第3种食物是特级初榨橄榄油，但不是超市里装，在透明塑胶瓶那种便宜货。真正的特级初榨橄榄油呈深绿色，装在深色玻璃瓶中，品尝时会有辛辣的刺激感。那种辛辣感来自一种叫橄榄油刺激醛 oleocanthal 的化合物，它具有与布洛芬 ibuprofen 止痛药相同的抗发炎效果。宾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50毫升的高品质橄榄油约3.5汤匙
提供的抗发炎益处，相当于成人布洛芬剂量的10%，但不像布洛芬，橄榄油零副作用，而且每天都能提供这种益处。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在体内不易氧化。当你用橄榄油取代奶油、人造奶油或植物油时，你就是用抗发炎脂肪取代了发炎脂肪。光是这个改变就能降低高达30%的心脏病风险。但好处不仅于此，橄榄油含有超过36种不同的分类化合物，是强大的抗氧化剂。它们能防止低密度脂蛋白 LDL 氧化，而氧化正是胆固醇从无害转偏为危险的关键步骤。未氧化的胆固醇不会粘附在动脉壁上，它会安全的循环，并由肝脏代谢。著名的 PREDIM 研究在西班牙进行，针对超过400名心脏病高风险参与者，让其中一组每天摄取约4汤匙特级初榨橄榄油，并追踪了近5年。橄榄油组的心脏病发作、中风和心血管死亡率比对照组降低了30%。这项研究意义重大，甚至改变了国际心脏病预防指南。使用方法如下：每天早上空腹喝1汤匙，全天使用2到3汤匙进行烹饪和拌沙拉。切勿将温度加热超过中温，以保留有益的化合物。寻找标示采收日期并装在深色玻璃瓶中的产品。大多数超市的橄榄油在开封前就已经片制了，所以请投资高品质的好油。下一种食物你可以无限量食用，而且味道棒极了。第4种食物是莓果，特别是蓝莓、草莓和黑莓。这些小小的营养发电厂富含花青素，这一种色素赋予了莓果深红和紫色的外观。花青素在心血管系统中有着卓越的作用，它们会激活一种称为 inosnap 一氧化氮合酶的酵素。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它能产生一氧化氮来放松血管。但花青素的作用不仅于此，它们透过中和自由基来减少动脉中的氧化压力。自由基就是那些会破坏细胞壁、加速老化的不稳定分子。哈佛大学一项突破性的研究追踪了9300名女性长达18年，发现每周吃3份以上蓝莓和草莓的人，与1个月吃不到1次的人相比，心脏病发作风险降低了32%。想一想，光是规律吃莓果就能降低1/3的风险，其机制令人着迷。花青素能改善动脉壁的弹性，使其对血流变化更具伸缩性和反应力。僵硬的动脉是心脏病发作的主要危险因子，因为它们无法适应突然的压力变化。有弹性的动脉就是有韧性的动脉。你每天至少需要1杯新鲜或冷冻莓果，冷冻的营养价值和新鲜的一样高，因为莓果是在成熟高峰期急速冷冻，保留了所有营养。把它们加入你的早晨，例行与无糖杏仁奶和1把菠菜打成果昔，在燕麦片上撒半杯中和莓果，或是当作下午茶点心。莓果中的天然糖分与纤维结合在一起，这能减缓吸收并防止血糖飙升。不像那些会损害心脏的加工甜食，莓果在满足你对甜食渴望的同时，也在修复你的心脏。但接下来这一点大多数人都会忽略，而这对60岁后的心脏保护绝对至关重要。第5种食物是全谷物，特别是燕麦、藜麦和糙米。我知道低碳饮食的拥护者会说所有谷物都不好，但研究结果非常清楚，精致谷物才是问题所在，而非全谷物。全谷物包含完整的谷粒、麸皮、胚芽和胚乳，这意味着它们富含纤维、维生素 B 群、镁和抗氧化剂。
全谷物中的纤维，特别是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能透过与肠道中的胆汁酸结合，迫使肝脏从血液中提取胆固醇，来制造更多胆汁，从而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上的一项统合分析，回顾了45项研究，涵盖超过80万名参与者，发现每天吃3份全谷物的人，与很少吃全谷物的人相比，心脏病风险降低了22%。3份其实很少，只是5杯煮熟的燕麦片、1杯煮熟的藜麦，或2片100%全麦面包。这非常容易达成，但时机很重要。在一天较早的时候吃全谷物，例如早餐或午餐，此时你的胰岛素敏感度最高，身体能有效处理碳水化合物。早上可以用刚切燕麦、燕麦粒，开始上面撒上核桃、莓果和少许蜂蜜。午餐可以吃藜麦沙拉，配上蔬菜和橄榄油酱汁。下午4点后避免食用全谷物产品，因为在一天稍晚时摄取碳水化合物会损害夜间的代谢修复。我有一位64岁的男性病患，尽管服用了他汀类药物，胆固醇仍然顽固低，居高不下。他在日常饮食中加入燕麦片后，3个月后，他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额外下降了23点，他的心脏科医师因此减少了他的药物剂量，食物就是良药。现在下一种食物是最被低估的心脏保护者，大多数人吃的量远远不够。第6种食物是深绿色叶菜，特别是菠菜、羽衣甘蓝、瑞士甜菜和芝麻菜。这些蔬菜含有绝对丰富的硝酸盐，不是加工肉品中的合成硝酸盐，而是天然有益的硝酸盐。你的身体会将其转化为一氧化氮。我们已经多次谈到一氧化氮，因为它对心血管健康太重要了。叶菜类还提供维生素 K， 能调节钙质代谢，防止钙质沉积在不该出现的动脉中。动脉钙化是最危险的斑块形式之一，因为它坚硬且容易破裂。澳洲伊迪斯科文大学的一项研究追踪了超过5万人长达23年，发现每天仅摄取1杯富含硝酸盐蔬菜的人，心脏病风险降低了26%，血压读数也显著较低。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蔬菜在降低血压方面比大多数药物更有效，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但秘密在于，你需要每天吃，而不是偶尔吃。一氧化氮的提升效果只能维持24小时，所以持续摄取至关重要。每天至少吃2杯生叶菜或1杯煮熟的绿色蔬菜。午餐做一份巨大的沙拉，加入菠菜、芝麻菜、核桃、莓果和橄榄油酱汁，这就已经在一餐中结合了4种我们提到的护心食物。晚餐可以用大蒜和橄榄油嫩煎，瑞士甜菜作为配菜，把菠菜打入早晨的果昔中，你尝不出味道，但能获得所有好处。颜色越深的绿色蔬菜，营养含量越高，所以请选择深绿色品种，而非浅色的莴苣。最后这一种食物将所有东西串联起来，而且可能是最容易融入饮食的。第7种食物是豆类，包括黑豆、扁豆、鹰嘴豆和红腰豆。豆类是地球上最被低估的长寿食物，它们富含水溶性纤维、植物性蛋白质、抗性淀粉和多酚，这种组合对心血管系统产生强大的影响。水溶性纤维可降低胆固醇，抗性淀粉喂养有益的肠道细菌，使其产生抗发炎化合物。植物性蛋白质提供所有必需氨基酸，却没有动物性蛋白质中的饱和脂肪，而多酚则能减少全身的氧化压力。内科医学档案的一项研究追踪了超过600名成年人19年，发现每周吃4次以上豆类的人，与每周吃不到1次的人相比，
心脏病风险降低了22%，死于心脏病发作的风险降低了38%。这些数字令人咂舌。研究人员的结论是，如果每个人每天只吃半杯豆类，我们每年可以预防数十万起心脏病发作。但大多数美国人每周吃豆类不到2次。你的目标是每天至少吃半杯煮熟的豆类，这可以是一杯扁豆汤、沙拉上的半杯黑豆，或是3/4杯的鹰嘴豆泥，配蔬菜。豆类用途广泛且价格低廉，周日煮一大锅扁豆汤，这周都可以吃。把鹰嘴豆加到沙拉里，把黑豆捣成泥涂在全麦吐司上。罐装豆类和前豆一样营养，只需冲洗掉多余的钠即可。我的一位老年病患将每天的三明治午餐换成以豆类为主的午餐，在12周内，他的总胆固醇下降了47点，血压也恢复正常，他的一生都惊呆了。现在有一点大多数人都忽略了，而这可能决定成败。时机和搭配与食物本身一样重要，你不能只是随意吃这7种食物就期待最大保护，你需要有策略。每天早上以燕麦片开始，上面撒上莓果、核桃，并拌入1茶匙橄榄油。这一餐就包含了7种食物中的4种病，让你的新陈代谢整天保持血糖稳定。午餐吃一份巨大的沙拉，包含叶菜、鹰嘴豆、杏仁和橄榄油基底的酱汁，这又是4种食物协同作用。晚餐专注于高油脂鱼类，配上一份用橄榄油嫩煎的瑞士甜菜和1小份藜麦。你现在已经透过策略性组合吃到了所有7种食物，这能增强吸收并最大化心血管益处。鱼类中的 Omega-3 鱼肝、榄油中的多酚一起食用时效果更好，叶菜中的铁质鱼、莓果中的维生素 C 一起食用时吸收更好。豆类中的纤维能增强全谷物，降低胆固醇的效果。这不仅仅是吃这些食物，而是以能加成其保护效果的方式一起吃。还有一点至关重要，持之以恒胜过一时强烈。一周只吃1-2次，这7种食物救不了你的心脏，你需要让它们成为你余生每一天的饮食基础。这听起来可能让人不知所措，但一旦养成习惯，就会变得自动化。30天后，你甚至不需要思考，你的身体会开始渴望这些食物，因为它认得这些食物让你感觉多么良好。你的精力会增加，脑雾会消除，睡眠会改善。最重要的是，你的心脏将受到大自然最强大药物的保护。让我总结一下我们所涵盖的内容，因为这些资讯可能挽救你的生命。每周3次高油脂鱼类以获取 Omega-3， 减少发炎，并预防血栓。每天食用生核桃和杏仁，以获取健康脂肪和促进一氧化氮生成。每天食用特级初榨橄榄油，以获取抗发炎化合物和保护动脉。每天食用莓果，以获取花青素，改善血管弹性。早餐食用全谷物，以获取降低胆固醇的纤维。每顿午餐搭配深绿色叶菜，以获取天然硝酸盐和维生素 K， 以及每天食用豆类，以获取水溶性纤维和植物性蛋白质。持续食用这7种食物，可以将心脏病发作风险降低，高达76%。如果这些资讯对您有价值，请帮个忙，持续关注这个平台，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未来解析健康、老化、科学的内容。我将向您展示如何逆转第2型糖尿病，消除关节疼痛，提升脑力，并为您的生命增添健康的岁月。请现在就关注，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您打算从今天开始吃这7种食物中的哪一种？我会阅读每一则留言。您的回馈能帮助我创作出更符合您需求的内容。在下一次的分享中，
我将揭露5种正在暗中破坏您心脏健康的常见药物。这些药物，您的一生可能在没有警告心血管风险的情况下就开始了您。在您吞下下一颗药丸之前，您必须看看这是有可能改变一切的资讯。现在您已经拥有保护心脏的知识、具体的食物清单、确切的分量以及有效的策略性搭配。不要等到胸痛发作或进了急诊室才当作警讯。从今天开始，您的心脏正指望着您做出正确的选择。透过每一餐掌控您的健康，您不仅能延年益寿，更能活出生命的品质。